今日想同大家講一個關於咧係 mensuration 啊，求職法咧係 DSE 裏邊常見啲題型。咁啊一眼睇晒㗎啦，而家就要揾個陰影部分啊嘛。OK，第一個常犯嘅錯誤咧，大家同學會以為呢個 ACB 呢嚿嘢咧，以為佢係一個 sector，以為佢係一個線型，其實唔係啊。你會留意到咧，呢個 AC 同 AB 嘅長度咧係不同嘅，所以佢不是一個線型。OK，咁所以暫時對於我哋嚟講咧，佢係一個不規則嘅圖形。咁有個不規則圖像啊，我哋梗係要加啲線割開佢，割開佢咧，做到我哋一啲我哋識嘅圖像啦。好啦，關鍵就係 join 咗 OC，join 咗 OC 之後，你會發覺左邊三角形我哋應該有辦法計㗎啦。右手邊 OCB 呢度咧係一個正正式式嘅線形一個 sector 啦。咁當然亦會相關公式啦。好啦，事情仲未完嘅吓，因為咧你首先要幫我確定翻揾到呢隻角係幾多度先。而家咧 angle COB 咧就係60度，原因係 angle at center，trice angle circumference，即係話圓心角啊，兩倍圓周角。哦，大家同學咧就要恍然大悟啦。呢類型嘅題目咧，未必淨係叫你計面積啲公式嘅，可能撈埋少少圓形啲 property 一齊去處理咧，都唔出奇嘅。咁所以呢度就用咗啦，兩倍個效果啦。好，咁我哋集齊晒啲資料之後咧，就可以去計個面積。咁首先三角形先啦，AOC 就係1/26開方3再 sin 30嗱。我而家用緊嘅嘢咧就係1/2 AB sin C 啊。我哋有個三角形面積嘅公式噶嘛。咁當然我哋亦都要知道個半徑其實係6啦，係咪？OK。咁另外個線形個 sector 就係 pi r square 乘 theta over 360。咁呢啲公式當然亦都要記得啦。好啦，咁穿埋咗之後咧，我哋知道 sin 30其實係1/2嚟嘅。OK，好，咁即係成個邏輯咧拼埋一齊，約減埋咧，你就將會做到係9開方3，後邊嗰個咧就係6π。換言之，答案就係 boy 啦。OK。好嗱，咁一個題目牽涉到計面積嘅公式，牽涉到圓形嘅 property，咁即係 cross topic 咗嘅嘢，大家同學咧就要俾心機消化一下。